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初4，箴言19章10安尼讲：人有见识，就袂快受气；无追求人的过失，是家己的光荣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做有见识、无快受气，阁无追求人的过失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爱、公义、满人民的天父上帝。愿满心感谢阿罗你，主啊，你是满有慈爱、甲怜悯的主，也是有丰盛稳定、甲真理的活命主宰。主啊，你无快受气，有丰盛的慈爱。你无照阮的过犯对待阮，反倒当用慈爱挽回阮。我要献上一切懊恼甲颂赞。主啊，求你将属天的智慧赏赐阮。互阮毋但有知识，阁靠有对你来的见识。求你互阮成做和平的使者，互阮用智慧讲话，用温慈待人，互人对阮身躯顶看见基督的澎湃。主啊，求你互阮无快受气，愿意用了解的心来对待人，通因为安尼得光荣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